係各位網友，今條片要同大家講嘅標題係許家印坐監咁錢呢？許家印被判無期，當然係大新聞。但係呢單案最重要嘅問題，其實唔係許家印坐幾多年監，而係跟住點？中國有史以來最大級別嘅房地產爆煲案，香港法院處理過最大級別嘅中資企業清盤案之一，涉及財務造假、詐騙、非法集資、違規披露，最後唔可以只係一句主犯判咗就完。真正要追問嘅係24000幾億負債點交代？啲錢去咗邊？受害人有冇得賠？除咗許家印，仲有冇其他人要負責？恒大2022年年報披露，集團負債總額24374億元人民幣。呢個數字唔係普通商業失敗，而係一個巨大債務黑洞。拆開睇，合約負債約7210億，背後主要係買咗樓、交咗錢、等緊收樓嘅業主，借款約6124億，背後係銀行、信託、債券投資者、貿易及其他應付款超過1萬億，背後係承建商、材料商、供應商、商票持有人，其他負債亦有1000幾億，即係話恒大爆煲唔係單純金融機構輸錢，而係由普通買樓家庭、上下游企業、金融投資者、股東一齊承擔。啲錢係咪完全唔見晒？唔係，更準確講，錢變咗形態，變成一堆好難變現、好難分配、好難追討嘅東西。一部分變成土地，一部分變成未完工樓盤，一部分變成已經抵押俾銀行嘅項目資產，一部分變成供應商收唔返嘅應收賬，一部分變成利息舊債冚新債，一部分變成分紅、關聯交易、非核心投資、汽車、足球、文旅項目同各種壞賬，錢冇憑空消失，但亦唔係放喺一個保險箱等法院打開。恒大真正麻煩嘅地方就係帳面有資產，但資產唔等於現金。有土地，但土地可能被抵押、被查封、被地方項目鎖住。有樓盤，但樓盤首先要補交樓，唔係攞去賣咗分俾債權人。而家程序去到邊？第一條線係刑事案，深圳法院已經一審判咗許家印無期徒刑，沒收個人全部財產，亦判恒大集團同恒大地產罰款。法院講明違法所得要繼續追繳，不足部分責令退賠，而且退賠損失優先過罰金同沒收財產。呢句好重要，因為原則上追到許家印同相關人員嘅財產，係要先用嚟補償損失，而唔係先入政府罰款。但問題係判詞寫追繳退賠唔等於市場上真係有足夠現金。許家印曾經係中國首富，身家最高峰幾百億美元，但今日究竟仲追到幾多？邊啲喺境內？邊啲喺境外？邊啲已經抵押？邊啲可以依法變現？現階段未有張完整公開清單。香港清盤人亦有追討前高層許家印及相關人士過去分紅同酬金，金額約60億美元。但呢啲都係法律程序，未等於已經入袋。第二條線係內地破產清算，廣州中院已受理恒大地產破產清算，債權人要申報債權，購房人可以主張金錢債權，亦可以主張房屋交付請求權。呢個分別好重要，因為爛尾樓業主最想要嘅未必係退款，而係交樓。對政府嚟講，保交樓、保民生、保穩定，政治優先次序一定高過普通債權人分錢。所以將來內地清算未必係所有資產賣晒按比例派錢，而係有相當部分資源要先用嚟完成樓盤，維持地方穩定。第三條線係香港清盤，香港高等法院早已頒令中國恒大清盤，清盤人要追查境外資產、上市公司權益，對前高層同專業機構嘅申索。但香港清盤最大困難係恒大真正值錢嘅資產大部分喺內地項目公司，香港法院有清盤命令，
唔代表可以直接接管內地每一幅地、每一個樓盤、每一間項目公司。結果就係香港同內地兩套程序並行，香港債權人望住內地資產，內地程序又要考慮保交樓、地方政府銀行抵押同社會穩定。呢個就係點解成件事一塌糊塗，唔係法律文件寫幾句就解決到。截至已披露資料，香港清盤人收到嘅債權申索約450億美元，但已出售資產只有約2.55億美元，粗略比例不足1%。呢個數字唔代表最終回收率一定咁低，因為仲有官司追討，上市附屬公司第三方索償未完成，但佢清楚話俾市場聽，要去到5% 回收都唔係容易事。5% 聽落好低，但對450億美元申索嚟講，已經要22.5億美元可分配資產。現階段距離呢個數仲有好遠。咁除咗許家印，仲有邊個要負責？第一，管理層一定要負責。恒大唔係一個人手寫假數，而係多年大規模系統性財務造假，50幾名相關人員已被判刑。但問題係有冇追到所有指揮、執行、配合、受益嘅人？第二，核數師責任一定要追。恒大造假涉及數千億收入同利潤，外部核數師點可能完全冇責任？ PwC 已被中國監管部門重罰，香港亦有補償少數股東安排，清盤人仲向 PwC 追討巨額賠償。但目前主要係行政責任同民事責任，未見到刑事責任成為主線。點解？法律上刑事責任門檻高過行政失職，要令核數師坐監，唔係證明佢哋做得差、睇漏數、程序不足就夠，而係要證明佢哋明知造假、故意配合、合謀出具虛假文件，呢個證據門檻好高。但市場要問嘅係另一個問題：如果5000幾億收入造假，守門人最後只係罰錢，咁審計制度仲有幾多公信力？核數師、承銷商、評級機構、銀行、監管者，全部都係呢場高槓桿遊戲入面嘅看門人。門口開咗咁多年，冇理由最後只話屋主犯罪，看門人完全冇事。所以恒大案真正未完，許家印無期，只係刑事罪事入面最清楚、最容易理解嘅一幕。真正難嘅係後面3張帳。第一張追贓帳，許家印高層關聯人士違法所得，最後追到幾多？第二張分配帳，買樓業主、供應商、銀行、債券人、股東，最後各自收返幾多？第三張責任帳，核數師、承銷商、銀行、評級、監管者，有冇真正問責？如果呢3張帳冇公開交代，恒大案就未算結案，最多只係有人坐監，但錢未返嚟；有判決，但受害人未有答案；有震懾，但制度未有修補。恒大最值得追問嘅唔係許家印仲有冇自由，而係一個可以製造24000幾億負債嘅系統，點樣運作咁多年？點解咁多人睇住佢大到不能倒，最後又由咁多人一齊埋單？小餅如嚼月，中有蘇和義，一輪明月，照住一份熟悉嘅中秋心意。嘉麟今月陪伴大家走過13個中秋，呢份堅持一直都係喺香港製造。今年熟悉嘅味道，再添加一啲新意。流心奶黃，細滑鹹香，黑芝麻軟心，濃厚溫潤。開心果麻薯，香濃 Q 彈，抹茶流心奶黃，清雅回甘。